个窗口边呢，只应该朋友跟着朋友大家嗨，欢迎收看苏州电视上周一六特别节目《14浪的平台》。那么今朝呢，再来为请来这个嘉宾于贤良来做客，贤良欢迎。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非常荣幸啊，作为这个14浪的平台的嘉宾，带大家一道来欣赏你平台当中的美食节目。哎，那么继续来进入今朝的节目。贤良，我帮你合作也蛮多年数，是吧？对。哎呀，12年呀，十来年的。10来年噻。对。但是我觉着你一直发变，帮其他合作差不多。那有啥秘诀？为啥办事能够办事搿大海的青春活力呢？难道我讲个闲话讲太多？本来不是没来的。那么其实这个。推路呢？有啥秘诀？哎呀。那当然，其他心态啊、健身啊、打扮啊、爱好啊等等，我在夫妻周开。我想说，针对你今朝搿个节目。我讲一点就吃出来。哦，啥个就吃？那你比如讲吃么子啊？吃红肉或是吃白肉？吃红肉或者吃白肉？吃4两摊个或者吃2两摊个？哦。吃2两摊个或是吃5百摊个？哦。这个话是有吃水里向有的。哦，水里有的，比方鱼啊、花了啥的。一定要吃肉的时候，尽量是吃鱼肉。吃鱼肉，贤良，你看在鱼肉。你说的最有名的搿个店鱼是啥？松翅桂鱼。你晓得你啥个来历？那个他也请教一下了。也不够大。你接来了。我晓得搿松翅桂鱼是哪哈来的？帮乾隆皇帝有关。搿个辰光呢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对，在带你苏州来的。那么你来了广告，那么路过松下来呢，你在进去子。进去子呢，你头就觉得在蛮牛啊。那么看到工作浪向有一点鱼。搿点鱼呢，其实归因了是公鱼，公主拉香公的制品。你讲我吃鱼，我吃一点鱼。你想你是搿客人了，是个宾客至上了。对。葛么总归满足这个要求了，葛么是3桌啊，再弄搿点鱼。那么弄个队呢，做成像烂丝一样。身子呢，这个翻过来切成一袋花啊，那么再移了，鱼里做了，这个做坏的，再弄翻个。搿种饭糕，煎一煎来烤，里向呢咬了一菜，酸甜可口。那么乾隆皇帝吃这个灵，搿点鱼在，搿点是啥个鱼？那说人家松狮一样，搿点是松狮桂鱼。哦，松狮桂鱼真的灵，谁知他名字呀？所以王老师个话是别哈子，那搿个对客人喝。对，你这样的贡品，你看你半夜吃哇，不难吃。宾客至上嘛。对，不是像现在有种店搞，可是非常抢手。哪样？店面浪向这个装修的富丽堂皇，对客人也是还是蛮客气，不晓得店压里向全部规定的必然拿3费。哦，说最低3费是少个的。说有最低3费，个他当成半夜2000块，吃满个店，吃满来半夜店来。还有种也非常抢的，4大10不许吃。还有啥个4大最食也开瓶费。所以非常强，我跟你讲，非常强在啥个地步？跟你天有一趟朋友骑车。那么有个女同志呢，刚刚了到个3人扶乳期。跟到旁边哇3头哭，3头哭嘛，离开做身体去遇到，搿个正常的。对。不晓得你遇到辰光上来个服务员呀？服务员呢？一个女服务员对说：“那位女士，对不起，您不能在这边喂奶。”那我遇到那不需啊，一共3人哺乳期很正常哦。对不起，您可以喂奶，但是您这个属于外带饮料要开瓶费的。哪个地方3人遇到介绍也开瓶费。这样的这个。所以爱子不往点看，那为一种了4大10不得食奶，不爱吃。那么奶鱼单是个正常鱼单差。过日天隔壁只百姓菜得别弄。还是搿个规定，你到自家倒个饮料，2瓶饮料，2瓶可乐泡，打开正要吃，服务员上来讲，先生，你们这个是自带饮料，不能吃的，不爱吃啊。自带饮料不能吃，对的，搿2个朋友结棍的，那好，老张，那。我搿瓶饮料来吃，那搿瓶饮料我不吃。别人讲，我不是自带的，不是自带，是别人带的。我是别人带的，我是他的饮料。你那个条款里没有写，你只写自带饮料不得入内。你没有写他的饮料我不能吃，别错了，差不了会了，爱错人不往点看。那么先两该说那个海鲜先呢，我最近拿视频上看大个，你讲国家最新规定着吃鲜。
霸王点看，其中有一台就是去些餐厅的最低消费。对，拿下来没最低消费对对对，还是还是。你是讲一个比来人讲消费，第二个产生不必要的浪费，是吧？对。所以讲，你刚刚前头讲的是吧？过去的店家像搿个松鼠桂鱼，你是讲对客人喝，反而形成自家一道招牌菜。是个。但是呢，反讲，皇帝，那当然你到中国里不晓得你是皇帝，但是还有个地方，搿个皇帝去买物事会得当回票。哦，皇帝买物事会得当回票？居然会得不卖不了你？不可能吧？但是不是让你收税？哦，辣啥地方呀？还是乾隆皇帝下江头。哦。那么当时有一个上海是不了，上海搿辰光是个小渔村。对。上海归啥地方管呢？归松江。松江府。所以乾隆皇帝到松江府到一个街头里叫水鸭街。你去吃一种。啥个鱼呀？龙。龙嘛蛮普通的。不是普通的龙，叫四山龙。啥叫四山呀？4只脚山的了。哦，4只脚山的啦。一般只有2个山了。你有4只山。哦，搿带奇怪噻。所以个皇帝分明也想吃个四山龙，结果当回票卖不着。哦哟，搿哪能事体个？人家搿个渔农不卖不离。搿带蛮稀奇古怪。你看皇帝想吃个物事，居然吃不着。搿个书里向不知哪？书里向有搿的。书啊。太跟起来来听一听看。大家来听一听，看一看。松江府有一顶桥叫水鸭桥发球，平白10倍，46人杀去。这顶桥有情分明，为啥叫酒后里向吹扬天下名菜，叫四山龙？乾隆皇帝了慕名而来。第一次我讲头，皇帝是41岁，他几儿子追得清。16岁，到松江府吃四山龙，就少破一个空。为啥？天气热，厅里向四山龙做不到。第二天一早，到水鸭桥，吃毛日风，口牙尖，毫无风谁人吹高气爽。叫底下停好一只小叫个盲船，路一旁推开，走出来一个盲姥姥，瞌睡、吐痰、打跳板、上岸上桥，打乾隆皇帝当一个照面，皇帝一看，欧斗身材，古铜颜色皮肤，满脸追问，50多岁，三样手手。对于朗向走里，身朗下毛来不斗三裤子，脚朗向擦脚，磨金草，水里向找一只来里向豆芽抽好，水草盖好，鱼跳不掉鱼，我不是跳乌鱼的是张亮，湿淋淋。我说，局长，各位看看还有啥事体？你这个鱼是什么鱼？这个你松江特产四山龙，在往里向底下你对我讲，现在没了，技巧来得早，死鱼市场上下鱼。局长，这个鱼我要了，客户啊，不买的，但是现在做不上。比较少，不以稀为贵，搞得要带这个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。局长，不管你多少分银一条，我要了，不还价。大哥啊，不买个不应该已经停得起，绑到顶以后，不打不人家抢，一个人讲道理啊。一共是8条，咱们远道而来，能不能卖给这一条，让我尝尝？皇帝谁是谁的？他在牛上两马一条不我你可拿？发马，可不马不来一条，我性命送他半条。马一条我的性命不出境，此话真假？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。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
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堂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知蜂堂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知蜂堂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，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知蜂堂各门店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长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游戏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你要觉得啥人顶得起？都来队。皇帝一听谁中国来的，中国不够的话，只有个知府让老百姓眼睛不离军都来的，是谁定走？那觉得啥人不得了？你宋江负债动，知府都人人上之人，知府个工资呀，少了要人偿人工资顶得起。这个人工资不大讲道理，现在天气热。给个5、4年我个种子贵种做不到，你热早快找我做，说你压力想怕人对我讲，今朝一早不帮你送得起，要侬不扎手上人疼我一家门5个人才靠扎手工业家，没办法，我得2个儿子，吃半夜天苦头，上回四家门洞里抢出来这个不掉，抢得眼睛啊红，水啊真胖他喉咙啊窝的。一早帮上了要送得起，客户啊不是我帮忙的，没办法。上了你也是我结苦的，对那个绕下趟来风2天，马不来吃。哎呀，真的想不着。皇帝搿上一个主干部上个地位，连吃点鱼也吃不着是吧？是的呀。不过呢，虽然7月份吃着，但是搿点鱼带不离出名字。四山龙。哎，所以样样么子呢？那别怪现在也请名人来做广告，做形象代言人，因为你搿样么子本来呢没名气，因为名人一接触，名气随之出来了。而且呢，再多的侪是嘛乾隆皇帝身上。乾隆皇帝6世代讲的对嘛，不是来一次一样么子出名，来一次吃过啥么子？你看位于那前天来讲宋楚贵，可是位于了，位于啥呀？位于只菜。还是皇帝想去吃，结果人家饭店全毛光子，夯不啷当全部全毛光。啥个菜？但是讲随便啥个帮我吃点吧。结果你到饭店里呢，只有饭鱼。就是锅巴。东方人叫锅巴，你苏州人叫饭鱼，点特子。那么想是一个不里吃点的啊？去眼睛饭鱼菜出来。那么拿点冰白子吃上下来个，零零散散，搿面汤，搿面水，搿面汁，冰了一袋，拿个啥饭鱼。热一热，那么再后拿个点汁冲淡上去，接上去的辰光讲好听了。接上，因为饭是汤的，热个，对个，搿点汤了，汁接上去，巴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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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会得炸开来。我讲为生热，再加上头饭是菜个，搿点汁。鲜美无比，乾隆皇帝哈哈大笑，一句闲话称口而出。啥个闲话呀？真乃天下第一菜也！你想饭是锅巴变成讲天下第一菜。刚刚那个哈啦哈啦，我觉着还起个名字叫平地一声雷。对，有个地方就有搿能介讲。平地一声春来响。有搿能介讲。你讲到搿搭的，你晓得你苏州徽菜得名人得高了。为啥个菜？盛产了龙，你还晓得为啥搿大有名？因为呢，搿个2样物事跟美味
心智来在的人，当官不当，弃官为家乡也吃个2年。这个名人呢，就是西晋的文学家张翰，搿只帝国界神路之师。你讲呢，就是帝王一级的，出名的。是个。但是呢，位于老百姓当中最低层的卖么子，还会得卖出名。哦，啥个呀？武大郎。武大郎。卖啥个的？卖炊饼。大饼。这个。卖饼还会得出名。是的。所以讲，样样一么子呢，你一定要专业。我现在出去吃么子啦，往往侪是要冲品牌的。是那个饭店里向上飞汤特别嗨，或者那个饭店松鼠桂鱼特别嗨，你会得赶得去。再怕是平平凡凡没得点。你晓得我最非要吃是啥个么子？啥么子呀？最没得点的。啥个？你想不到个，不是啥个饭店啊，不是啥个最低，后厨浪向的么子。中国人没饭店里吃个新鲜的。难怪我跟你讲，后厨浪向有一部水台车个。水台车里向上头堆满个么子。哦，你讲做三吃么子？这个三吃么子，我可以当一副单例。啥个单例呀？是上里下里，我来读给你听啊。啊，好个。上一例节啤酒饮料8宝粥，下一例花生瓜子矿泉水。黄皮啥呢？黄皮简单的。黄皮节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这那个是后厨浪向个特点，你这个怎么是有啥吃对呢？对，所以呢，做么子一定要有特色。但是呢，有种人拎不清。搿武大郎再有也混子对着。你是毛菜饼吗？毛大饼还是蛮有名气。对。但是呢，有时呢，你混对着，因为潘经理漂亮，你才让你日脚过得更加舒服。就说你要生意做大。多种经营不是单单卖大饼子，我也卖服装，我也卖电器了。哦哟，搿个是常啊！那个女一位输的，不知看你哪卖法子啊？来看一看。卖大饼的、吃大饼的，你也卖服装、卖电器，来看一看。区武大郎，有点小名房，现在大饼发卖我开支店。才女美人，好金吒，金吒得罪你好兄弟，你是当户渔家真风光，狮子桥边来相会，你弟兄帮着喜洋洋那个喜洋洋，我个好兄弟呀，哥哥啊，你快点跟好哥围住去呀，兄长提扶送金吒高兴啊，3年封口见阿哥金吒帮头，但是在阿哥身上一毛没挨脱了。离开的辰光，阿哥身上全面啊，铺夹口，现在一看皮夹克了喇叭裤，有哪行道理讲？兄长，3年未见，金黄好不了。我个好兄弟呀，做阿哥现在不卖大饼，开支店发子在这呀。你看喏，自打高浪下，你用灯顶亮，这把顶大的，就是做阿哥一般公司呀。武松一看嘛，果然。自然讲，本当是朗朗清清，现在闹忙得不得了。打过来一望嘛，不让开都亮，就像阿哥屋里边了样。本当是一家天恶阿大们，现在拆脱东门大张望，上头这把大浪公司，河堤两边玻璃市场，该面市场里买的家用电器，电视机、洗衣机为电冰箱。搿面市场里向看说声音侪是4季的服装，达到地上搿一看，搿面营养熟肉、可口牛奶、咖啡，外面老式的巨台里向堆满了嘴巴，美好一盘店开得不伦不类，三个姜太公的手机师傅样，大正经理是一看牛桌头的嘴势，拉克袋子插得上梁，到底哪行一桩事体讲，兄长啊！这做什么？不啥玩。这话姑晓得的好兄弟，今朝回转来噻，刚将我打了一只电话，打到狮子里么，刚刚当我送得来一桌，我和你兄弟两家头叙玩。后几位要请个部白卡来了，我个高祖母啊，你当出来一道看呀！来了啊，大郎，做什么啦？你看看，我好兄弟回转来噻，好兄弟，那个水人都大手啊！我也是少少长，扶松蛮开心。大洋里来一看没挨得着，只看见少少摩登的了，扎子蝙蝠人的羊毛衫了，哪行道理？
啊，是，问候有礼也了。哟，看见你第一趟看见武松呀，哎呦，想不得下属这样英俊噶，哎呦，我身西装，大副太阳眼睛，这个会过节哇。哎，总经理呀，李什么呢？生气在，可是我这里郎才女貌，肩肌上手，蹦擦，贴胡子，一起来。看男人越看越洋气，这个门在开始家里都太贵哟，出到到外头去，别把那眼睛门的，你的眼睛相当一步嘛。哟，原来是叔叔，您好。你说一下跟着上个趴的去？我不怕的。都是我的娘，都是我的呀。我有潘经理是跟我英俊，一面金嘴，一面精彩，叔叔听呐。少听。啊，叔叔。是。想我家大郎走了你的光脸呀。哦。你是大侯英勇，我家大郎是今走了大侯英勇衙门的副主任了呀。怎么着？阿公是当侯衙门的副主任啊。哥哥嘛，预计是么？预告是个呀，不过你和兄弟晓得过，怎么个非是老虎老熊都当不上一张个呀？看那个把头走那个光，现在我做这个副主任，一副要上班，一副要去报道，这样进了老虎的转我手里，怎么个开心实在，开心实在，哎呦，胡说也想不得了，该到杨国有的不准之风的还结棍了，闻不到。阿姑那比他个兄家，如何不门小兵开了第一了？哈兄弟呀，3月份可见，我天翻地覆都亮呀，今朝得来刚刚的拍台。好啊！谁做之人比海洋？在岗上，我大郎是立女身高运气好，他因困多大山里的你当我讲大郎啊，大郎，这莫是一个隐士，对你真有理，自然让你披心气象，想法来不能够爱默默，跟马小兵马不出啥都名堂。为是口针风向把那第一个枪，所以我身材握一握，跟门面张一张，一面马地气，一面马佛章。金阳高明嘴，君子有几十旁。在我一插蓝纹龙脊呀，加一本饭里上一行。3个月，银子30之外不了，我个大郎公司名气响得哗啦啦。你看我身上那兄弟呀都亮呀。现在这么个吃的杨国有里向第一个饭友呀！什么的？阿公比较哎，这个是谁俩？原来属猴浪向没个嘛？没个，属猴肉了，哪怕你14个属猴里向，本来分天勾改，这个叫穿越。再来应该。对。穿越剧。所以讲呢，不管你是穿越个，还是本来女子浪向有，还是500个，总之一句闲话呢，开店做生意，特别是餐饮浪向，一定要有特色。
一定要有这包个菜。有特色才有生命力。哎，我会都赶过来吃那个只菜，那个是第一。那么我赶过来之后呢，第二要服务态度好。对个。不是和气生财。有道理。或者讲服务态度好子，人家会得办事规则，一来就想得那个打。对个对个。那你想，我现在从山上下翻，态度蛮好个。那我再欢喜吃样么子，前头讲到武大郎是卖大饼的，对。但是我再欢喜吃个，在随便呢想不得。你再欢喜吃个嘛？拌不对。吃。你不是讲水里向有个嘛？水里有个了，水里有个呢，我是建议大家这样吃，但是我真正再欢喜吃个是韭菜饼。哎。哦，不是正餐，搿是点心了。点心。哎，点心了哇。我呢出去那个，譬如讲来叫我点，我先想着就是韭菜。哦。那么就单位门口这个弄堂口啊，有一个北方来个很憨厚一对夫妻，做韭菜饼的，喷喷香，一直要排队的。所以我习惯着，我这个车子开到搿面呢，因为弄堂口了比较赶，我也不下来着。我是让他落单工，车窗摇下来，车子停，还不熄火的。我是带正搿个老板，一只这头盐，一只饼。哦，盐就是一只饼。哎，对。今朝我呢，都不我了海，回开海了。我是对是两只这头盐。哦，一两只饼。哎，对起码是两只饼拿过来的。哦。不晓得我搿个几年已经习惯着。不晓得搿个一天开过呀，不来海着。哪会的？门再出来也不来海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一打听这个呢，你走起歇日歇至4日天，等到第5日的我便车子开过一看哟，也来海着。但是呢，我当时到惠州去不做生意的了，所以搿日天早上我是吃板子，我吃得蛮板子嘛，非吃韭菜饼的。所以我呢，路过辰光分定下来，就车窗摇下来，大概老板睡爷睡扎开始办着。结果我到办公室里电脑打开，刚刚坐下来，一看说晚饭吃。介绍时看见这个板后，导致个老板当，奔进来这个啥气啊？咦，我讲那，哎呦，袁先生，那你好，咦，我讲那行哦，是啊，那给你，我讲啥么子？你一张马甲的，牙齿铺打开了一口，5只韭菜饼，我讲你干嘛？哎呀，袁先生，不是你要5个韭菜饼吗？我讲我上光要5只韭菜饼，你刚刚车窗摇下来，对我手扬，5个指头摇一下呢，我以为你要5个韭菜饼。你让你回开海了还？我当你大山好，我当你有只狗你到时候要5只韭菜饼，所以那种是态度好。哎，我说一直记来的。对，人家讲起来忙啥不是忙熟嘛？哎，你几日天不看见我，为天机里，为当天到罗达去的，那种生意做得好的，一回一句。有回来卡子嘛个啦。那么还有一种店家呢，随时不灵，我从今往后不会得再打个饭店。这场出去监狱，一家门出去监狱呢，风景好。这个流连忘返了，辰光挨着，等到想着吃中饭一看，哎呦，不灵，2点多是，2点多没一进去嘛，去吃饭吧，大家弄搞了，我老板吃饭，哎呦，辰光挨着啊，不在，2点多就不菜着，我看随便烧，要不一只菜分一个，你想是一想，这样吧，隔壁也没来着，韭菜炒鸡蛋，咦，真中香，来得真好哇，我是最欢喜吃韭菜啊，对啊。韭菜我讲炒鸡蛋，可是你所有个男的，我相信电视机啦、门前看节目的听众，男的才特别欢喜吃。我饭个了，我饭得不得了，根本没哈。一只韭菜炒鸡蛋点下去，一些功夫上来，耶，我那一看拌来拌去，只有韭菜，没鸡蛋。哦，奇怪着，弄错他咋？我飞去锅里水吃吧，豆皮实在，我韭菜嘛在想，那1块5斤起来10袋煮玻璃。有不对？哪有不对？带而不语。哎呀妈，这放椅子。那么我好着。那边你过来，哎，那，你哪能讲呢？你要骗人不？多少地方骗人讲？你刚韭菜炒鸡蛋，是个，鸡蛋呢？鸡蛋，这个别去吃你，你那盐豆腐包一粒个，我也才拿吃法子讲，你骗人不嘞？今朝个同地发售个，哎呀，老板。那这个还说实话，我那还是，那我分批呢哇，那我分批呢，我全部跟你讲得清清爽爽的哇，你上我跟我讲清爽，你不是讲韭菜炒鸡蛋吗？是的呀，因为我鸡蛋不值，鸡蛋不值，而且我盐也不值，所以我搿只菜叫
韭菜炒鸡蛋。龙子半日不是韭菜炒鸡蛋，韭菜炒鸡蛋。哎，不一个是蛋是蛋的不得了，做叫韭菜炒鸡蛋。我用啥东西讲？山东地没出来。哦，是一种菜，奶奶吃不出么子，吃不出说讲明白讲翻上外场府的一饼。哎，那是讲不是，哎，搿场翻为了讲搿个差别，影响声誉。所以同样两个，一般是有点讲我从江湾翻再去，同样搿边这样热人，哪怕5只饼弄错脱着，我同地会得加倍付出。是不是？做生意也讲究一个声誉，哎，叫和气生财。哎，你讲得有道理，喏，讲得和气生财的。你下来搿只节目呢，搭和气生财有关。是属后108这样当中的10岁。哎，你聪明着。拼命三郎。哎。你翻看看你本事啥样的哇？你让屋里向本来但是卖肉的，那么我跟你讲，肉搿样么子。我前头讲过个，再还没吃水里个么子，讲么这样讲啦。但是你绝大部分的男人侪欢喜吃肉个。吃肉了，你知不知人？叫我喊吃嘞。知不知人有句闲话个？叫走遍天下娘哈，吃遍天下肉啊。可是你不讲你营养价值，不讲你对身体上的三钴、钴血啊、钴脂肪，可以是肉，再好吃。所以古代人讲你叫。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有道理。你不讲大口吃鱼的，是个。哎，但是说不定呢，各个季节各种肉的散法也不一样。春天讲啥个姜子肉、鸭蛋肉，热天讲后发，还是后发的。对。那么冬天讲是姜发菜。所以呢，10岁你就是晓得搿个几种的道理。大部分人侪欢喜吃肉的，所以其他生意不做，我专门卖肉。专业侪是好。哎，鸡蛋卖肉啊，搿里个服务态度特别好。特别好到哪哈呢？那大家来看一看，才晓得着。10岁的人又好，今朝开肉店，某人的老百姓谁来嘛？我夸张过头，但是从半步到人搿条行里向鸡毛，杀个鸡爪子根本来不及买。2个年纪大的老妈妈、老伯伯吃上手的今朝，临时开荤，哇！眼睛看不清，以为是老花眼，后来越来越差。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药物直达病灶会有点疼，要坚持地哦。奶奶好厉害哦！治白内障，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堂崇尚中国养生传统，追求蜜蜂产品对人类健康的补益效果。知蜂堂蜂胶、蜂蜜、蟹王浆、花粉，健康补益，蜜蜂之道，自然之道。知蜂堂健康补益之道。知蜂堂蜂胶普诺宁斯胶囊，调节血糖，调节血脂，免疫调节，强身强免疫，加强机体抵抗力，免疫提高保健康。知蜂堂蜂胶用质量铸就品牌，以功效赢得信誉。我要买肉哎，16岁，10岁绑地赛，在家里老3个，2斤精肉，长个不来，我还可以摊板，没得，我不要2斤半壮肉，屋里向侪是老婆队，精肉不给你都倒的，我买1斤半，精个装个香，没得，我觉得买7两，那买7两一个的，老弟子买肉是以马靠为主，现在买肉是以宰肉朋友为主。搿俩就是洗了个根本上的变化了。说个7两，我小辰光嘛，3两肉嘛经常去买，更啥稀奇不散。现在不来个，你都在这里还不吃。10岁有本事个，7两就7两，1斤半就1斤半，斧头拍。一斧头下去，砸狗上砸了，称过1节，称度1拉1斤半，放吃放落来，分他便宜后，让来先看一看，留下来高1块3两左右。新开的大方盘，
那是大部队，一副的武器怕一领，程度一拉，技巧真好。上帝你几个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手嘴马肉，你才口技。厂门大山镇，我除了厂门一斤马肉。城里向落个子，再下去个么说热地高地了，这个帮有个午饭吃不上。不要怕，一刀一斧的武器解决问题，基本功得高。现在这种基本关于举实语为实，年纪才要73岁儿子。上半年我礼拜日休息去买一块肉嘛，真吃出气来的来讲。那么我现在是个我位子了，态度蛮好。一口一个朋友们，年纪也轻了，为上几根线走手。心里想是吃我们吃水果子嘛，弄不清爽。我说老师傅啊，今朝我礼拜日，屋里向夫妻2个人还可以摊班。我呢，我讲啰嗦了，说明情况了。其实我叫他买1斤肉。老头子啊，80年代还吃1斤肉啊？我不晓得我们几十年代还吃1斤肉呢。那么那个意思呢？再起来口，多一点少一点，不一定的。随便呢，多点也不爱，少点也不要紧。少点我们要好嘛，可以把妇女提起来了。只要猪肉不在，这个我人肉我们哪吃得些？我怎么来讲？那再起来口，再起来口啊！可是呀，猴子嘴巴都没了，拿一副的武器一称，我说几何分量？喂好了，7斤半。哎呀，你还看那个相处距离太有这样子。蓝发3肉3两就3两，7两就7两，还有个生意兴隆好哦，洋用开心。那么马靠呢，比方说毛2斤肉，那牛头去牛不里3两，老周去面孔才是厚颜悦色。你看马青菜们。马3斤零食醉，再咬一口啊！3斤啊马怎么一口一少，奇迹不少。那个是人的心理状态的反应，是不是无心？一个朋友不无心。说他们那个点肉了，还没哈个上相当上。这块肉是自身浪向，顶屋里个部位。啥地方那个浪向？拿破肉，到手头肉了。是一代弟兄，不到传统呼吸，没眼针对。这个朋友去3个弟弟上去一娘们有声音，自顾。在那个用海绵走，娘上去就逼他，水一松，嘚吧嗒带出来。再在鼻浪向一口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粒粒个蓝珠山一共7粒。每一粒浪像蹦一蹦毛，我毛7步50，到平道方面，那么口见这块肉么里难吃得些，一口子上够啊，2块豆米肉啦，跟我难吃得进，2只肉是鬼吃过，这句闲话一讲，把它边浪向一个马靠听见。哟，看肉口是难口的，这一粒那个蓝珠菜像手布似的，怎么你打蓝色少量，打你第1块，第2嘛些把人搞新开的，到时候吃起来那下汤好来不，出啥个矛盾呢？那个人这样做难口了，你没办法吧？来去试试看呢，试试看啊。3岁长子一辈，昨天的我牛婿，神兄俊阳。那2块肉啦，谁不吃下去了？我有点困难。那上头一粒粒个来，就是2、3粒啦。这个我开始个我人称不要紧的。那么个挑布里一来来嘛，个我哪吃得些？我这破挑布里吃下去，黄肚里再生出来了，我实在吃得些。那么3说难看，2个问题难解决。啥是一张面孔长得羞红，啥子？苏主任派的老口一说，神兄对不起，背上与你，怕明快菜肉拿。一副的武器，30的1斤肉哦，
各种用口上下午是羞羞红，上头会有热气，真正叫热气肉了。副地放脱，后一抬，肉一放，掰一掰，撕出一张，黑上，神兄，纷纷不要，背上神色，拿手了。这一样，晓得，啪，洒水泼过来。各朋友那边可能眼光蛮好，过来，吧嗒，嘿嘿，确定了。一锅里啊，非不拿服务性，水里个块肉个分量了，比跟老对这个分量我要松了。哎呀，我靠！这样说啊，那边的也发个，那种做生意嘛，规规矩矩。我毛的我要去讲，个马考我要领得来，那门子我要干了。哎，每个朋友口气嘞，可能2块走啊，1块了韭菜不能全部那坏脱里走啊。我那上去了，那想唱外跑，我坏脱，那当走去，动嘛不动个特死。一里来对什么个特人活个样，大固定，做里要搞用的，三个像焖肉米个焖肉一样的。那么你讲快了，就算是贵吃个样，关来上去了，我不说贵的，能这位啊。哎呦，后来先生变真个精彩个是吧？你看呢？实际平凡、实际普通的事体，随时让卖肉，实际是一桩事体，会得赢得哈哈大笑，变得实际个精彩，10目3分。大家估计来从搿只故事里向，大家可以体验出来。做随便啥个生意，只要周正去做，也能够成功。前2年晓得，搿搭么啥水卖肉的，离现在啊研究生回来卖肉，大学毕业卖肉是个。是个呀。大学毕业，那么你觉得寻工作难寻，那么你说叫开肉店吧，人家有个预算了，那么开出上100万肉店，营养啊。也参与的嘞，不得了，结棍啊，成功个富翁子，是个呀，非常成功，所以行行出状元啊，这也专业谁海了，对了，那么这期节目要到大家再会着，是个辰光差不多了，观众朋友，那么今朝节目谁带的？下礼拜同一辰光你继续连，观众朋友再会。苏州电视书场即将录制黄磊访谈、活包公江永春及苏州评弹团盛小云、吴伟宗等演出的中篇弹词《绣神》。为回报广大书迷朋友，特发放现场观幕票，欢迎观众朋友现场亲身感受。演出时间分别为4月15号和16号下午1点半，4月14号下午1点半开始领票，地点天威巷广电总台收发室，每人凭本人身份证现领1张，领完为止。这个敞开平台之音的朋友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苏州电视市场周一6特别节目《14浪的平台》。那么今朝呢，再来你会请来这个嘉宾于贤良来做客，贤良欢迎。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非常荣幸啊，作为你个14浪的平台的嘉宾，带大家一道来欣赏你平台当中的美食节目。那么继续来进入今朝的节目。贤良，我帮你合作也蛮多年数在吧？对。哎呀，12年啊，10来年的。10来年在。对。但是我觉得你一直不变，帮其他合作差不多。那一少没叫为啥办事能够办事搿大海的青春活力呢？难道我讲的我讲特殊？本来不是没个。搿么其实这个。退了呢，一少没叫哎。那当然其他生态啊、健身啊、打扮啊、爱好啊等等，我在夫妻周开。我想说针对你今朝搿个节目。我讲一点就吃出来。啥个就吃？那你比如讲吃么子啊？吃红肉或是吃白肉？吃红肉或是吃白肉？吃4两摊个或是吃2两摊个？吃2两摊个或是吃5百摊个？这个是有吃市里向有个。市里有个，比方鱼啊、花了啥个的。一定要吃肉个少，尽量是吃鱼肉。吃鱼肉，前2年讲在鱼肉。你苏州最有名的搿个店鱼是啥？松翅桂。你晓得你啥个来历？那个他也请教一下了。也不够大。你接来了。我晓得搿松翅桂是哪哈来的？帮乾隆皇帝有关。搿个辰光呢，乾隆皇帝6下江南，对，才带你苏州来的。那么你来了广告，那么路过松鹤岭呢，你才进去子。进去子呢，你头就觉得蛮傲啊。
那么看到工作浪向有一点鱼，搿点鱼呢其实归鱼了，是公鱼，工作浪向哎公的主品。你讲我吃鱼，我吃一点鱼。店里向想的是搿客人了，是个宾客之上了。对。葛么总归满足这个要求了，葛么是三桌啊，再弄搿点鱼。那么弄个腿呢，做成像烂丝一样，身体呢，这个翻过来切成一袋花，那么再移一移了，有里做一做了，这个做筷子，再弄翻个搿种翻个，煎一煎好，里向呢咬了一菜，手甜口开。那么乾隆皇帝吃这个零，搿点鱼在，搿点是啥个鱼？我说你像松子一样，搿点是松子桂鱼，哦，松子桂鱼真的灵，对，是个名字呀。所以王老师个话是别喊事，那那搿个对客人喊。啊对，你这样点贡品，你看你背一吃啊，啥不难吃？宾客之上嘛。对，不是像现在有种地高，可是不两腔子。哪呀？店面浪向这个装修的富丽堂皇，对客人也是还是蛮客气，不晓得店压里向全部规定的必然拿3费。哦，说最低3费都少个的。说有最低3费，个他本身背要2000块，吃满个店，吃满来背一点来海。还有种也不两腔个，4大食物不许吃。还有啥个4大最食也开瓶费。所以不两腔，我跟你讲，不两腔得啥个地步？跟你听有一趟朋友洗车，那么有个女同志呢，刚刚了到个3人哺乳期，跟到旁边哇3头哭嘛，离出走身体去遇到，搿个正常的。对。不晓得你遇到辰光上来个服务员呀，服务员呢？一个女服务员对说：“哎，那位女士，对不起，您不能在这边喂奶。”那我遇到那不需要，因为3人哺乳期很正常哦。哎，对不起，您可以喂奶，但是您这个所有外带饮料要开瓶费的。哪个地方3人遇到介绍也开瓶费？这样的设计。所以爱是不忘点苦，那为一种了4大食物不得食奶，不爱吃。那么奶有单是个正常就有单差。过日天隔壁只单身菜都不要弄。还是搿个规定，你到自家倒个饮料，2瓶饮料，2瓶可乐泡，打开正要吃，服务员上来讲，先生，你们这个是自带饮料，不能吃的，不爱吃啊。哦，自带饮料不能吃，对的，搿两个朋友结棍的，那好，老张，那。我搿瓶饮料来吃，那个瓶饮料我吃。别人讲，我不是自带的，不是自带，是别人带的。我是别人带的，我是他的饮料。你那个条款里没有写，你只写自带饮料不得入内。你没有写他的饮料我不能吃，拜托你看到了不用了，爱做人不忘点苦。我先两该说那个还谢谢呢，我最近呢是经常看大个，你讲国家最新规定着吃些不忘点苦，其中有一点就是吃些。餐厅的最低3费，对，拿下来没最低3费对，还是还3费。你这个一个必然人讲3费，第二个产生不必要的浪费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讲，你刚刚前头讲的是吧？过去的店家像搿个松鼠桂鱼，你这个对客人喝，反而形成自家一道招牌菜。是个。但是难反讲，皇帝那当然你到中国里不晓得你是皇帝，但是还有个地方，搿个皇帝去买物事会得当回票。哦，皇帝买么子会当回票？居然会得不卖不了你？不可能吧？但是不是让你收罪？哦，那啥地方呀？还是乾隆皇帝下江头。哦。那么当时有一个上海是没了，上海搿辰光是个小渔村。对。上海归啥地方过呢？归松江。松江府。所以乾隆皇帝到松江府到一个街头里叫水鸭街。你去吃一种啥个鱼呀？龙鱼。龙么蛮普通的。不是普通的龙，叫四山龙。啥叫四山呀？4只脚得了。哦，4只脚得了。一般只有2个山了。你有4只山。哦，搿只奇怪在。所以个皇帝分明也想吃个4山龙，结果当回票卖不着。哦哟，搿哪能卖不着？人家搿个渔农不卖不离。搿倒蛮稀奇古怪。你看皇帝想吃个么子，居然吃不着。搿个书里向不知哪。书里向有搿的。是书啊。太跟起来来听一听看。大家来听一听，看一看。松江府有一顶桥叫水鸭桥发丘，平北10北46人杀去。这顶桥有情分明，为啥叫酒后里向出扬天下名菜，叫4山龙？
乾隆皇帝呢慕名而来。第一次我讲头，皇帝是41岁，达几儿子追得清16岁。到松江府74岁龙，就少破一个空，为啥？天气热。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长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牛气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你要觉得啥人顶得起都来队？皇帝一听谁中国来的，中国不够的管，只有个知府让老百姓眼睛不离军都来的，是谁定走？那觉得啥人不得了？你松江府再动，知府都人人上之人，知府个工资呀，少了要人厂人工资顶得起。这个人工资不大讲道理，现在天气热。给个5、4年我个种子贵重做不到，你热做怪做我做，所以压力想怕人对我讲，今朝一早不帮你送得起，要侬不扎手人疼我一家门5个人才靠扎手工业家，没办法，我得2个儿子，吃不要天苦头，上回世家门洞里抢出来这个不掉，抢得眼睛啊红，水啊真胖的，喉咙啊捂的。一早帮上了要送得起，客户啊不是不帮嘛，你没办法，上了要你要请我接口对，对那个绕下趟来风2天，马不来吃。哎呀，真的想不着。皇帝搿上一个主干部上个地位，连吃点鱼也吃不着是吧？是的呀，不过呢，虽然吃没分吃着，但是搿点人家不离出名字。四山龙。哎，所以样样么子呢？那别怪现在也请名人来做广告，做形象代言人，因为你搿样么子本来呢没名气，因为名人一接触，名气就出来了。你看，而且呢，再多的侪是嘛乾隆皇帝身上。乾隆皇帝6世代讲头的嘛，不是来一次一样么子出名，来一次吃过啥么子？你看位于那前头来讲宋楚贵，可是位于了，位于啥呀？位于啥菜？还是皇帝想去吃，结果人家饭店全冒光子，夯不啷当全部全冒光。啥个菜？但是讲随便啥个帮我吃点吧。结果你到饭店里呢，只有饭鱼。就是锅巴。北方人叫锅巴，你手中叫饭鱼，点特子。那么想是一个不里吃点肉啊？去眼睛饭鱼菜出来。那么拿点冰白子吃上下来个，零零散散，搿面汤，搿面水，搿面汁，冰了一袋，拿个啥饭鱼。热一热，那么再后拿个点汁冲淡上去，接上去的辰光啊，还听了。接上，因为饭是烫的，热的，对个，搿点汤了，汁接上去，巴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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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会得炸开来，外加为生热，再加上你饭是菜个，搿点汁。鲜美无比，乾隆皇帝哈哈大笑，一句闲话称口而出。啥个闲话呀？真乃天下第一菜也！你看饭是锅巴变成讲天下第一菜。刚刚那个哈啦哈啦，我觉得还起个名字叫平地一声雷。对，有个地方有搿能介讲。平地一声春来响。有搿能介法。你讲到搿搭的，哪晓得你所在徽菜得名人得高了？为啥个菜？盛产了龙，你还晓得为啥搿大有名？因为呢，搿个2样物事个美味吸引住来在个人，打官不打，弃官为家乡也吃搿2样。搿个名人呢，就是西晋个文学家张翰，搿只典故叫《神鹿之诗》。你讲呢，就是帝王一级的，出名的。是个。但是呢，位于老百姓当中再低层的卖物事，还会得卖出名。啥个呀？武大郎，卖啥个子？卖炊饼。大饼。对个。是卖饼也会得出名。是个。所以讲，样样物事呢，你一定要专业。
我现在出去吃么子了，往往侪是要冲品牌的，是那个饭店里向上飞汤特别好，或者那个饭店松鼠桂鱼特别好，因为他赶得去，再怕是平平凡凡没得点，你晓得我最非要吃是啥个么子？啥么子呀？最没得点个，啥个？你想不那个？不是啥个饭店啊，不是啥个最低，后厨浪向个么子？哎。中国人没饭店里吃个新鲜的。难怪我跟你讲，后厨浪向有一部水台车个，水台车里向上头堆满个么子。哦，你讲做三吃么子？那个三吃么子，我可以当一副单例。啥个单例呀？是上里下里，我来读给你听啊。啊，好个。上一例讲啤酒饮料八宝粥，下一例花生瓜子矿泉水。黄啤啥呢？黄啤酒对着。啊。黄啤酒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所以那个是后厨浪向个特点，为啥个中国人上吃对呢？对，所以呢，做么子一定要有特色，但是呢，有种人拎不清，那武大郎再有也混子对着，那是毛菜饼嘛，毛大饼还是蛮有气，对，但是呢，有时呢你混对着，因为潘经理漂亮，你才让你日脚过得更加舒服，就说你要生意做大。多种经营哦，不是单单卖大饼子，我也卖服装，我也卖电器了。哦哟，这个经常啊，那个女一位输的，不知看你哪卖法子啊？来看一看。哎，卖大饼的、吃大饼的，你也卖服装、卖电器，来看一看。区区武大郎，与地小民房，现在大饼发卖我开子店。才女美人，好进展，今朝得罪你好兄弟，你是当户渔家真风光，狮子桥边来相会，你弟兄帮着喜洋洋那个喜洋洋，我个好兄弟呀，哥哥啊，你快点跟好哥围住去呀，兄长提，父兄今朝高兴啊，3年封口见阿哥今朝帮头，但是对阿哥身上一毛么挨脱了。离开的辰光，阿哥身上全面哦，铺夹口，现在一看比较看了喇叭裤，你哪行道理讲？兄长，3年未见，金黄好不了。我个好兄弟呀，这阿哥现在不卖大饼，开子店发展在这呀。你看喏，至少高浪向你用灯顶亮，这把顶大的，就是这阿哥一般公司呀。武松一看嘛，搞不住。自然搞本当是朗朗清清，现在闹忙一想，至少了我做不到。今日天一早，早睡夜觉，吃毛日风，口口牙尖，毫无风谁人，吹高气爽。脚底下停好一只小小叫个盲人，路一旁推开，走出来一个盲姥姥，瞌睡。头戴大跳背，上颚上脚，大乾隆往几当一个照面，往几一看，欧斗身材，古铜颜色皮肤，满脸追纹，50多岁三样手手，对于浪向走里，身浪向毛来布斗三裤子，脚浪向擦脚，磨金擦，水里向抄一扎来，来里向倒上抽好。市草盖好，鱼跳不掉我不是跳乌鱼，地是张张亮，湿淋淋。我说，鱼长，各位看看还有啥事情？你这个鱼是什么鱼？这个你松冈特产四山龙。再往里向，底下你对我讲，现在没的。技巧来得早，死鱼市场上下鱼。鱼长，这个鱼我要了。看看不嘛个，但是现在做不上，比较少，不以稀为贵，搞得要带这个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。鱼长，不管你多少文银一条。我要了，不还价。看过，不嘛个不应该已经听得起，绑到顶对后，不他不能搞枪，一个人讲道理啊。一共是8条，咱们
远道而来，能不能卖给这一条，让我尝尝？皇帝谁是谁的？把那牛上两马一条不我不可拿。发马，可不马不来一条，我性命送他半条。马一条我的性命不出行，此话真假？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，沙普艾斯。知蜂堂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知蜂堂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知蜂堂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，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知蜂堂各门店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。可不，马不来一条，我性命送他半条。马一条我的性命不出行，此话真假？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，沙普艾斯。知蜂堂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知蜂堂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知蜂堂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，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知蜂堂各门店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有机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你还觉得啥人顶得起？都来对。皇帝一听谁中国来的，中国不够的话，只有不支付，让老百姓眼睛不离军都来的。是谁定走？那觉得啥人不得了？你宋高富再动，支付的人人让之人支付个工资呀，少了要人厂人工资顶得起。这个人工支付到讲道理，现在天气热。给个50人我个种子贵种做不到，你热做快让我做，所以要你想怕人对我讲，今朝一早不帮你送得起，要我砸手上人疼我一开门5个人才靠砸手工业家，没办法我得2个儿子，却不要提口头，上回世家门洞里抢出来这个不掉，抢得眼睛啊红，水啊真怕他喉咙啊捂的。一早帮上了要送得起，客户啊不是我帮忙的，没办法。上了你要请我接口对，对那个绕下趟来风凉天，马不来接。哎呀，真的想不着。皇帝搿上一个主干部长的地位，连吃点鱼也吃不着是吧？是的呀，不过呢，虽然7月份吃着，但是搿点人家不里出名字。四三龙。哎，所以样样么子呢，
那反光现在也请名人来做广告，做形象代言人，因为你搿样物事本来呢没名气，因为名人一接触，名气就出来了。而且呢，再多的侪是嘛乾隆皇帝身上。乾隆皇帝老师在讲头的嘛，或者来一次一样物事出名，来一次吃过啥物事？你看位于那前头来讲宋楚官，可是位于了，为啥呀？为一只菜。还是皇帝想去吃，结果人家饭店全卖光子，夯不啷当全部全卖光。啥个菜？但是讲随便啥个帮我吃点吧。结果你到饭店里呢，只有饭鱼。就是锅巴。正方人叫锅巴，你手中叫饭鱼，点特子。那么想是一个不里吃点肉啊？去眼睛饭鱼菜出来。那么拿点冰白子，吃上下来个零零散散，搿面汤，搿面水，搿面汁，冰了一道，拿个啥饭鱼。捏一捏，那么再后拿个点汁冲淡上去，接上去的辰光啊，还听了。接上。用饭是烫的，一个。对个。搿点烫了，汁接上去，巴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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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得做开来。外加为以生的，再加上你饭是菜个，搿点汁。鲜美无比，乾隆皇帝哈哈大笑，一句闲话称可以和而出。啥个闲话呀？真乃天下第一菜也！你像饭是锅巴变成讲天下第一菜。刚刚那个哈啦哈啦，我觉得还起个名字叫平地一声雷。对，有个地方有搿能介讲，平地一声春来响。有搿能介。你讲在搿搭的，哪些等你所在徽菜得名人得高了？为啥个菜？神采了龙，你晓得为啥搿大有名？因为呢，搿个两样物事跟美味吸引住来在的人，打高尔夫打，去过回家乡也吃搿两样。搿个名人呢，就是西晋的文学家张翰，搿只低高阶神鹿之师。你讲的呢，侪是帝王一级的，出名的。是个。但是呢，位于老百姓当中最低层的卖物事，也会得卖出名。啥个呀？武大郎，卖啥个是？卖炊饼。大饼。对个。是卖饼也会得出名。是个。所以讲，样样因物事呢，你一定要专业。我现在出去吃物事了，往往侪是要冲品牌的。是那个饭店里向上飞汤特别好，或者那个饭店松鼠观音特别好，你会得赶得去。再怕是平平凡凡没得点。你晓得我最非吃是啥个物事？啥物事呀？再没得点个，啥个？那三样物事个，不是啥个饭店啊，不是啥个最低，后厨浪向个物事。中国人没饭店里吃个新鲜的。难怪我跟你讲，后厨浪向有一部水台车个。水台车里向上头堆满个物事。你讲做三吃物事。搿个三吃物事，我可以当一副单例。啥个单例呀？是上里下里，我来读拨你听啊。好个。上一里讲啤酒饮料八宝粥。下一里花生瓜子矿泉水。黄啤啥呢？黄啤酒对着。黄啤酒让一让。这那个是后厨浪向个特点，你这个什么是有啥吃对呢？对。所以呢，做物事一定要有特色。但是呢，有种人拎不清。搿武大郎再有也混子头子。那是毛菜饼嘛。毛大饼还是蛮有气。对。但是呢，有时呢，你混头子。因为潘经理漂亮，你想让你日脚过得更加舒服。就说你要生意做大，多种经营。不是单卖大饼子。卖啥？我也卖服装，我也卖电器了。搿个你那个女一位输的。不知看你哪卖法子啊？来看一看。卖大饼的、吃大饼的，你也卖服装、卖电器来看一看。区武大郎与第小名房，现在大兵发马我开支店，才女美人哈金吒，金吒得罪你好兄弟，你是当户渔家真风光，狮子桥边来相会，你弟兄旁着喜洋洋那个喜洋洋，我个好兄弟呀，哥哥啊，你快点跟好哥围住去呀，兄长提扶送金吒高兴啊。3年封口见阿哥金吒帮头，但是在阿哥身上一毛没挨脱了。离开的辰光，阿哥身上全面铺夹口，现在一看皮夹克了喇叭裤，你哪行道理讲？兄长，3年未见，金黄好不了。我个好兄弟呀，
芝麻哥现在说马大兵开支店发展在这样，你看喏，自然高浪向旗用灯顶亮，脚把顶大的，就是芝麻哥一般公司呀。武松一看不果然，自然高本当是朗朗清清，现在闹忙得不得了，打过来一忙嘛啊！我们让开都这样，就像阿个屋里边了样。本当一家天恶啊，他们现在拆脱东门都张望，上帝这把大浪公司，后头两边玻璃市场，给你市场里买个家用电器，电视机、洗衣机为电冰箱，给你市场里向看说声音才是4G 的服装。达到地上给一口，给你营养瘦肉，口牛奶。咖啡，为你老式的举杯里向堆满了嘴巴，美好一杯店开得不伦不类。这个姜太公的手机师傅样，打正经理是一口牛做的一个嘴势，拉开袋子插得上脸。到底那还一桩事体叫兄长啊，这做什么？不啥玩。芝麻哥晓得你好兄弟今朝回转来噻，刚才我打了一只电话，打在狮子里，我刚刚当我送得来一桌，我当你兄弟两家的聚玩。这几位要请个不？你只写自带饮料不得入内，你没有写他的饮料我不能吃。拜托你差不了不一龙，爱做人不忘点苦。那么先两该说那个海鲜呢，我最近那微信上看大概，伊讲国家最新规定着吃鲜不忘点苦，其中有一点就是吃鲜。餐厅的最低消费，对，拿下来没最低消费对，还是海鲜。你是讲一个必然人讲消费，第二个产生不必要的浪费，是对。所以讲，你刚刚前头讲的是过去的店家像这个松鼠桂鱼，你是讲对客人喝，反而形成自家一道招牌菜。是的。但是你非讲皇帝，那当然你到生活里不晓得你是皇帝，但是还有个地方，这个皇帝去买么子会得当回票。哦，皇帝买么子会当回票？居然会得不卖不了哩？不可能吧？但是不是让你收税？哦，那啥地方呀？还是乾隆皇帝下江头。哦。那么当时有一个上海是五百了，上海搿辰光是个小渔村。对。上海归啥地方过呢？归松江。松江府。所以乾隆皇帝到松江府到一个街头的叫水鸭街。里去吃一种。啥个鱼呀？龙。龙嘛蛮普通的。不是普通的龙，叫四山龙。啥叫四山呀？4只个山的了。哦，4只个山的啦。一般只有2个山了。你有4只山。哦，搿才奇怪噻。所以个皇帝分明也想吃个四山龙，结果当回票买不着。哦哟，搿哪能买不着？人家搿个鱼农不买不哩。搿个倒蛮稀奇古怪。你看皇帝想吃个么子，居然吃不着。搿个书里向不知哪。书里向有搿的。是龙书啊。太跟起来来听一听看。来听一听，口一口。松江府有一顶叫水鸭桥发球，080杯46斤杀去。这顶桥有情分明，为啥叫酒壶里向吹扬天下名菜叫四山龙？乾隆皇帝了慕名而来，第一次我讲头皇帝是41岁，大几年子追着亲。16岁，到松江府吃四山龙，就少扑一个空。为啥？天气热，厅里向四山龙做不到。第二天一早，到水鸭桥吃毛日风，口牙尖，毫无风谁人吹高气爽。脚底下停好一只小叫个盲人，路一旁推开，走出来一个盲姥姥。可是头戴大跳背，上额上脚，大乾隆皇帝当一个照面，皇帝一看，欧斗身材，古铜颜色皮肤，满脸追问，50多岁三样手手。对浪向走里，身浪向毛来布斗三裤子，脚浪向擦脚磨金草，水里向抄一扎来，来里向头上抽好，四草盖好，鱼跳不掉鱼，我不是跳乌鱼的是张张亮，湿淋淋。我说，局长，
各位看看还有啥事体？你这个鱼是什么鱼？这个你松江特产四山龙。在往里向底下，你对我讲，现在没的，技巧来得早，死鱼市场上下鱼。鱼长，这个鱼我要了。看过啊，不毛个，大概现在做不上，比较少，不以稀为贵，高头要带这个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。局长，不管你多少文银一条，我要了，不还价。看过啊，不毛个，不人家已经听得起，绑到顶头以后，不打不人家抢，一个人讲道理啊。一共是8条，咱们远道而来，能不能卖给这一条，让我尝尝？皇帝谁是谁的？但你我上2毛一条不我别可拿，8毛。别看来了，哎，我个高主母啊，你等出来一道看呀！啊，来了啊！大郎，做什么啦？你看看，我好兄弟围出来噻，好兄弟，一个水人都大手啊！我也是少长，护送蛮开心。大洋人来一看么眼得着，只看见少摩登的了，扎子蝙蝠这个羊毛衫了，那喊道理啊，少。我儿有礼也了哟，科技里第一趟科技附送呀！哎呦，想不到3叔这样英俊噶！哎呀，我身西装，大副他也眼睛这个会过家哇！哎，总经理呀，李怎么呢？生气在，可是我这里郎才女貌，肩肌上手，蹦擦，天胡子一起来。看看男人越看越上去，这个门在开始家里都太贵哟，偷到外头去，别把他眼睛门的。现在眼睛相当一步嘛。哟，原来是叔叔，您好。你说一下这个啥个趴的着？我不怕的。这都是我的娘，都是我来呀。我有潘经理是跟我英俊，一面金嘴，一面鸡菜，叔叔听呐。少听。啊，叔叔。是。别我家大郎走了你的光脸呀。哦。你是大红英勇，我家大郎是今走了大红英勇亚伟的副主任脸呀。怎么着？阿哥是当红亚伟的副主任啊？哥哥吧，一起是么？徐家是个呀，不过你好兄弟晓得过，怎么个非是老虎老熊都当不上一张个呀？看那个把头走那个光，现在我做这个副主任，一副要上班，一副要去报道，这样进了老屋的家，我所以怎么个开心啥子？开心啥子？哎呦，胡说也想不得了，该到杨国有的不准之风的还结棍了，认不到。阿哥那行比他个人，兄长，如何不美小兵开了第一了？好兄弟呀，3年分口间，我天翻地覆都亮呀！今朝大家刚刚了拍台。好啊！谁做之人比海洋？在岗上，我大郎是立女身家运气好，他因很多大山里的你当我讲大郎啊，大郎，这莫一个隐士对你真有理，自然让你
一片新气象，想上来不能够爱默默，马小兵马不出啥斗名堂，还是看针锋相对的第一个枪，所以我身材画一画，个门面张一张，一面马地气，一面马服装，景阳冈名嘴，心只有几十磅，在我一插蓝纹龙旗呀，加一本饭里上一行，3个月银子34万8两，我个大郎公司名气响得哗啦啦，你看我身上那松子呀都亮呀。现在芝麻故事吃的杨国友里向第一个饭友呀。平台2个窗口平台之音的朋友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苏州电视上周一6特别节目《14浪的平台》。那么今朝呢，再来你会请来这个嘉宾于先亮来做客，先亮欢迎。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非常荣幸啊，作为这个14浪的平台的嘉宾，带大家一同来欣赏你平台当中的美食节目。咁么哈，就带来进入今朝的节目。先亮，我帮你合作也蛮多年数咋啦？对。哎呀，12年呀，10来年了。10来年噻。对。但是我觉着你一直不变，帮其他合作差不多。你有啥秘诀为啥办事能够办事搿大海个青春活力呢？难道我讲个话讲脱是伐？本来我是没个。搿么继续实讲。推了呢，有啥秘诀？哎呀，那当然其他心态啊、健身啊、打扮啊、爱好啊等等，我侪夫妻展开。我想就针对你今朝搿个节目。我讲一点就吃出来。啥个就吃？那你比如讲吃么子啊？吃红肉或是吃白肉？吃红肉或是吃白肉？吃4两摊个或是吃2两摊个？吃2两摊个或是吃5百摊个？甚至是吃市里向有个。市里有个，比方鱼啊、花了啥个。一定要吃肉个少，尽量是吃鱼肉。吃鱼肉，先亮你讲在鱼肉。你苏州最有名的搿个店鱼是啥？松翅桂鱼。你晓得你啥个来历？那个他也请教一下了。也不够大。你接来了。我晓得搿松翅桂鱼是哪哈来的？帮乾隆皇帝有关。搿个辰光呢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对，才带你苏州来的。那么你来广告，那么路过松岳岭呢，你才进去子。进去子呢，你头就觉得蛮牛的啦。那么看到公桌浪向有一条鱼。搿条鱼呢，其实归因了是公鱼，公桌浪向公的主品。你讲我吃一条鱼，你想啥？你是搿客人了，是吧？宾客之上了。对。葛么总归满足这个要求了。葛么是3桌啊，再弄搿条鱼，那么弄个腿呢，做成像烂丝一样，身子呢，这个翻过来切成一袋花，那么再移了，鱼里做一做了，这个做筷子，再弄翻个。搿种饭糕，煎一煎了，里向能咬头菜，酸甜可口。那么乾隆皇帝吃这个灵，搿条鱼在，搿条是啥个鱼？我说你像松狮一样，搿条是松狮桂鱼。松狮桂鱼真个灵，就是这名字呀。所以往了这个王是边汉子，那搿个对客人好。对，你这样点公平，你看你半夜吃我啥不难吃？宾客之上嘛。对，不像现在有种店家，可是不良抢子。哪样？店面浪向这个装修的富丽堂皇，对客人也是还是蛮客气，不晓得店压里向全部规定的必然拿3费。说最低3费是少个的？说有最低3费，搿只百姓半夜2000块，吃满个店，吃满来半夜店来，还有种也不良抢个，4大10物不许吃。还有啥个4大最食也开瓶费。所以非常强，我跟你讲，非常强在啥个地步？搿日天有一趟朋友骑车，葛么有个女同志呢，刚刚了到个3人，
哺乳期，跟到后面哇三头哭嘛，离副主身体去遇到，搿个正常的。对。不晓得你遇到辰光上来个服务员呀，服务员呢？一个女服务员对说：“哎，那位女士，对不起，您不能在这边喂奶。”那我遇到那不需啊，一个3人哺乳期很正常哦。哎，对不起，您可以喂奶，但是您这个所语外带饮料要开瓶费的。哪个地方3人遇到介绍也开瓶费。这样的这个。所以爱子不忘点苦，那为中了4大10物不得食奶，不爱吃。那么奶与蛋是个正常女单吃。过日天隔壁只单身菜特别浓。还是这个规定。你到自家倒个饮料。2瓶饮料，2瓶可乐泡，打开正要吃，服务员上来讲，先生，你们这个是自带饮料，不能吃的。不爱吃啊。自带饮料不能吃。对的，这2个朋友结棍的。那好。老三，那我这瓶饮料来吃，那个瓶饮料我吃。我不是自带的，不是自带，是别人带的。我是别人带的，也是他的饮料，你那个条款里没有写。